暫時關閉或者永久佔用現有嘅政府設施。咁呢啲設施咧將會喺建造香港市嘅時候咧要重建嘅。咁但係咧12億呢個數目咧係非常之巨大嘅。咁當中其實係牽涉到幾多暫時關閉同埋永久佔用嘅政府設施同埋我當然想知道，同埋我亦都想比較一下咧，即係菜園村你清走咗一條村同埋收晒所有嘅地嘅，你嘅賠償都係8600萬，已經係視為一個特惠安置，甚至係被批評為賠償過高。但係你自己政府嘅重置啊，相比咧係12億咁多，呢個係菜園村嗰個賠償嘅13%。究竟係點樣使用嘅咧？點解嗰個數目係咁昂貴咧？有冇細節咧？局長邊位？大家會睇下范達啊！主席，第一部分嘅問題咧，就係關於重建同埋補救改善工程嘅設施咧，就喺第69號文件嘅附件2嗰度咧，就詳細將嗰啲設施列舉咗出嚟。嗰度就包括咗運輸交匯處啊，有啲天橋需要呢度或者係修，即係斷食者唔可以上去明渠暗渠啊，嗰啲我哋都要做修改嘅。咁嗰度但係就列舉咗咧就14項。係落order俾一個前線嘅同事啊，所以我哋要去到立法會。主席，我想問咧就係話，即係嗰12億個價格係非常之貴㗎，係咪真係貴到一個如斯嘅地步？即係一個閒置嘅設施已經係足足可以用到你華女士，主席，嗰條投資係列舉咗出嚟，一共有14項。我哋而家打電話俾佢。咁所以嗰12億咧，事實上係用咗喺嗰14項裏邊啦。譬如舉一個例咧，就係其中現有第4項西九龍咧有一條現有嘅行人天橋需要拆卸同埋重置。咁呢個都係一個比較大規模嘅工程。咁喺呢14項裏邊咧，大家可以睇到你有成6、7個暗渠咧係需要